讲题是疗赎甲挽回，疗赎甲挽回。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每一个人伫你听内面是你的拣选，正做你的门徒。阮有守主的圣日，今日早时，阮阁安静来到伫你的圣殿。阮伫遮要摒开阮的心，用安静的心恳求圣灵来伫阮中间充满伫阮中间。阮伫遮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的人生有几项物，你的记忆特别清楚，袂去袂记。第一项就是你若有啥物的仇恨、啥物的苦毒、啥物的不平，你即世人真无当去袂记。太太无当袂记，可能当年先生安那背叛你，伫外面有婚外情。我想即款的人，一世人拢真歹袂记即项上先生对伊不起的代志。28个遗嘱到今仔日嘛，还阁无法当来饶恕、来赦免迄个伊的亲人被杀死、无辜受害即个仇恨伫咧。真正新妇，咱中间变定也有无法当袂记即安那成长的过程中间，受到婆婆大家的虐待。迄个怨恨永远伫心底，迄个无公平的待遇，迄个被欺负的情形，咱可能真侪人伫公司上班，还是伫国际场合，有真侪人伫遐陷害你，讲你的歹话，迄个仇恨，迄个恶毒，迄个苦毒，即款的记忆，无人去袂记，无人去袂记。有当时，咱感觉记忆会当记着啥物代志，会当考试的时候历史，人讲的历史学家真厉害，历史学家像最近刚过身的一个余英时，人讲即个历史学家足厉害，因为敢若迄个图像的记忆力 （pictorial memory）， 你看过伊就知影讲绝对是答。所以若册要找人讲第内面第几排、第几页、第几页内面写安怎写，伊的助理头拢惊一条。所以即款的记忆力记条条，大家真羡慕。但是我感觉，互人艰苦的是讲记忆无当去袂记，所以真侪过去的代志你放袂落来，你想要放掉无度，你可能会当用足侪记忆的方法去学习安怎记新的物，但是到暂时还阁无真好方法，讲甲你教你讲安怎甲迄个记忆的代志去袂记得条，非常的困难。他拄讲仇恨还是苦毒，这是第一款的记忆，你无法当去袂记，一世人永远记掉了。第二款就是你遇到不幸，你遇到苦难，你可能捌遇到一场的车祸，变做残废，一支脚袂好势，无当行路，你一世人拢袂记迄项代志。你又足悔恨，讲迄个时阵差0.5秒的物，我若莫撞出去就好。阮太太常常甲我讲，人的个性真正足无共，伫啥物所在无共？伫黄灯亮起来的时候，像我的个性，黄灯亮起来，我较紧要冲过。我太太差不多30公尺外看到黄灯，伊就较紧停来。所以无共的个性，但是呢，我常在咧检讨，讲像我这款个性，哪阵迄个0.5秒去弄着伊山发生车祸，毋知啥物代志，即款不幸的代志，可能一世人拢会后悔。伫遐讲，是安那迄阵要安尼做，人咪遇到真侪大的病痛，你可能即个有生落来就有摆骹，还是即小儿麻痹，还是讲有癫痫等等，即款的苦难伫你的身躯顶悬，互你永远袂记。一世人袂记，特别是做父母的，拢无乱袂记即款的代志。啊，是你伫你的成长的过程，你检测伫联考考了无顺利，毋是去你所爱的科系。你检测你是爸母，你有囝儿真早比你搁较过身，啊是讲你有爸母真早就过身，互你感觉足苦难，讲是安那即项代志临到我的身躯。民族的苦难，受压迫的民族，我想黑人到今仔日嘛无当感觉讲因的苦难对遮伫咧好放。原住民伫即个所在，永远嘛无法度袂记是讲汉人来将因的土地拢占掉去。即款的不幸甲苦难，嘛是无法度去袂记，甚至一代佮传过一代，甚至一项佮加一项，甚至佮扩张渲染。这两款的代志，两款的记忆，咱拢无法度去袂记。
第三个记忆嘛真歹去袂记，就是你阳光的过去，你骄傲的成就。咱人讲人世间有四大战场，第一就是真正的战场，第二是考场，第三是情场，第四是商场。这四大场出来，你若拢足成功的时候，会真骄傲。我会记有一届比较甲大家分享过，讲一个真实的经验。我伫迄个台北开一个校友会，一个台大的校友会，我就一个乌巴桑80几岁，伊伫迄搭要楼梯要起来要入迷山，我看伊拢无熟悉，伊伫入迷山无代无志，我讲我吼迄站110路就是考状元入去的，然后考台大的时候，我嘛是保送，连考嘛毋免考，毕业了我就顺利去哈佛，伫遐摕到医学博士，我甚至嘛医学博士，阮的囝儿逐个拢安怎成就，即款的荣耀，伊一世人都袂去袂记记。真安尼骄傲伫迄个所在，所以人有这三款的记忆真深刻，伫遐无人去记起。咱今仔日要来讲，主要是要偏重第一项甲第二项，迄个怨愤、迄个苦毒，也是迄个不幸、迄个苦难的记忆，迄粘着性非常的强，你无法度去袂记。时间渐渐你过，你无法度袂记。好的如何，歹的如歹。但是不管什么情形，是外力造成，还是你本身造成的。这款物拢是咱人生一切的痛苦、不安、忧愁的一个来源。咱是安要做一个基督徒，咱毋茫讲咱有永远的活命，咱以后会当伫遐甲上帝天国做伙。但是咱伫今世间，咱嘛有毋茫，咱伫今生，咱的一生内面，咱希望咱伫遐会当有一个平安、心灵的安宁。我想平安是咱一切基督徒所要追求的重要的一个毋茫。也是咱规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但是面对这个人生的痛苦、仇恨、苦毒、不幸、苦难的时候，你要哪有迄个平安？我感觉圣严法师伊讲了真好，伊讲吼，咱人若遇到这个苦难，也是不公义，也是受人欺负，也是受这个婆婆，也是什么人甲伊虐待，你来安怎？伊讲有4款的过程。第一，你来面对他，你来面对伊；第二，你来接受他；第三，你来处理他；然后最后呢，你要放下他，你要放下他。这是一款佛陀的体认，也是一款禅宗的一款态度。讲是安，你来面对这个苦难，面对这个不幸，还是讲苦毒？因为人生是无常的。你唔知当时会发生这个代志，但是中间有一项代志是恒常不息地的，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你求袂得，还是厌胜会，你无爱看伊的人，你不是来看伊；你无爱看伊做厝边人，偏偏就是你的厝边；你无爱看这款个性来做，偏偏伊就是同事坐伫你隔壁。厌憎会，你无人避免，还是讲爱别离？你所亲所爱的人呢？你思念人爱做的人？伊说两地相隔，伫遐食头路，还是讲配偶先过身去，还是讲爸母囝儿是个过身去，这拢是人生内面所有的痛苦。这个人生的痛苦是常常有的，但是人生是无常，你无法去遇到。所以你遇到这个困难时，你只有去面对它，因为你无能为力，这是常常要发生的。所以呢，第二项你来接受它，伊毋定讲这就是会，你来个接受讲哦。你遐抱怨嘛无效，你自卑嘛无效，你刀片嘛耍袂去，因为这是事啊，这是命啊，你才去接受伊，接受讲这就是会发生，毋通怨叹，这是发生怨叹，你要接受伊。然后你才去处理，应该看医生，你才去看医生；应该食药啊，你才去食药啊。食青色，你食青色，毋通去食到红色的。你才想办法离开迄个苦难的环境。也是想办法化解迄个苦难产生的一个原因，产生一个升华的力量，互你自卑超越，变成一个足大的人生的动力。你该处理它，这确实一个面对、接受这个苦难一个重要的方法。但是你若自卑去处理上从足大的这个骄傲出来时，嘛是唔对。所以最后你来放下它。既然是无常。既然这是一定要发生，人生是无常，碰到什么苦难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是缘，嘛是命，是因果。所以你甲伊无缘，一切拢是无常的，一切拢是无奈的。伊要来到你的身躯，你嘛无通避免，用这款无的态度来看。既然是无，你就爱甲放落去。
放乐主人，你若无法度放乐家己的痛苦，你就是无智慧。你若无法度放乐别人对你的压迫、对你的苦毒，你就是无慈悲。所以这是圣言，伊根据佛教的哲理所体会出来，有着苦难，有着不幸，有着怨恨，有着恶毒的时阵的心灵的态度。我感觉这些心灵的态度讲了真好，也非常的正面，会让互有人有积极的人生。但是基本上，这是出自一款无奈甲无常的一款智慧。但是咱圣经的教示比这更加正面，咱看下就一个咱信仰的根本，迄就是疼，爱有疼。彼得多伫约翰福音第18章37节到38节，迄个所在伊伫遐审判耶稣，所以彼得多就甲耶稣问讲：安尼你讲，人讲你是王嘛？耶稣甲因讲：是。我就是为着安尼是，为着安尼来到世间，特别为着真理来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凡属于真理的人，都爱听我的话。然后彼得多讲一句话：2000当来，伫这个人世间，足侪人伫遐咧回想，足侪哲学家、足侪书家拢伫遐讲。彼得多伫遐问讲：真理是啥物？真理是啥物？事实上，历史学家按历史的过去要找出一个规律出来，但是真歹有这个规律，因为拢总无共。讲按过去学习啥物物真困难，真理是啥物？我感觉人间有两款的真理是咱无当否定的。第一项就是人间有苦难，人间有不幸、有苦毒、有仇恨，这是无法度避免的。啊，佛祖伊伫遐就是体会到这点，所以演出所有佛教的哲学。伊的迄个思维呢，堪这都真有关，因为认识到人间有迄个苦难，所以教人讲，按迄个苦难开始，你来找迄个出苦难的方法出来，因为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你得放下，你得面对，你得处理，最后你要放下，啊，你得放家己放下来，甲别人放下来，这个世界拢个放落的时阵，你若入去迄个无一切的境界上，就是伊所讲的涅槃的境界上。你就自然离开这个痛苦，所以人间有苦难，这是咱每一个人身边拢会遇到你感觉不幸，你感觉困苦，你感觉是迫害，大家拢有这个经验，无人无。所以这是人间的一个真理，人生有苦难，所以佛祖伫早以前有体会，一直到圣言的时阵，伊讲你若有这个苦难的时阵，这无法度避免，这是真理，世间应该有，永远有，你无法度避免，你得用习惯的态度来对付伊。但是咱基督徒的神学比这个积极。基督徒的神学讲，咱世间有疼，这个疼是上帝予咱的。创世纪内面记载讲，上帝因为讲，伊要照伊的形象来做咱的人，做男做女，照伊的形象来做。伊的形象是啥物？毋是乌白，也是金头毛、乌头毛。伊的形象，上帝的形象，第一重要就是上帝是有疼。所以创造世间的是创造人以前用疼来将这个道来创造这世间，所以世间有疼，这样代志也是无法当否认的一个真理。人甲人中间一定有疼，爸母疼囝儿，囝儿尊敬爸母，中间这个疼真明显伫啊，有人会当为着疼来死，拢无问题。所以上帝将这个疼放伫世间，但是上帝伊的疼呢，疼到一个程度，伊无爱世间人，伊所做的人是一个机器人。是一个 robot， 一个会当家己行，听命令，就是135你来做啥，24你来去做啥物，照一切吩咐，照圣经，照可拉经啥物啥安尼去做。伊要互人甲上帝伊做神，上帝一定的特质就是伊有自由的意志，会当自由选择。所以将听伫世间人用听来制造人，这个人互伊管理世界，将世界真水的一个世界，互人伫遐享受这个听伫遐，互人甲人中间有听了呢。伊个将教育的形象，将自由的意志，因为伊的听，伊无爱你是机器人，用听自由意志，互人会当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所以圣经内面创世纪第2章16节到17节有安尼讲，伫伊甸园内面，耶和华上帝吩咐亚当甲夏娃讲园中逐项物，所有的果子，你拢会使食，你都可以随意吃，你有自由意志。随意吃，这就是咱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注意，随意，不是讲照圣经这一条指示，照
这个拉比的对祈祷机器，叫这个阿拉什么什么的机器，你可以随意吃，你也让教你的意志。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食迄个神恶果的果子，迄食你就要死。迄个死无一定是形体的死，就讲你就会入伫罪。所以上帝真疼世间人，用这个疼充满伫这个世间，但是无爱制作机械人，无爱制作机器人，所以当时也将这个上好上帝的特质，因为疼这个自由意志，互咱人能用。但是人，咱用这个随意吃，这个自由意志呢，结果去食袂使食的神恶果，伫遐互入伫罪，这个罪就是佛教所体会出来一切苦难的原因。罪就是苦难的来源，所以佛祖也是讲佛陀，也是讲圣贤，也是讲历代禅宗，因伫遐所体会到，就是上帝的一部分，真理的一部分，就是按自由意志所产生出来罪恶，迄个产生的苦难。但是上帝先用疼来创造人，这疼确实人一切根据的上根本的这个上帝的道理。所以，咱基督教的神学用疼开始是一个起头。上帝用世界是为疼来开始，上帝疼人，所以用伊的形象来做人。然后人伫个自由意志，嘛是疼的一个小事内面伫遐犯罪，所以入入苦难。但是上帝伫这世间所赐予咱的，伊甲咱讲有苦难无毋对，但是呢，你要脱离这个苦难，你在紧紧安安抓牢一个上帝的恩赐，因为疼是一个真理，伫迄个所在存在。伊讲我的疼有够你用，我的恩德有够你用，所以咱要得平安的一种法，就是爱抓牢这个疼，这个疼，互咱会当伫互相中间、人间，咱甲上帝中间，咱甲边啊世界中间有迄个疼的关系，互咱伫遮一日每一日在天，如敢若伫体人就体人共款。所以我咧感觉佛教的哲理是消极的。伊按迄个所疼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自由意志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罪，伫遐产生的苦难。伊看到迄点，伫遐来想出方法，要行出这个苦难的方法，这是一个消极的哲理，一个消极的人生观。但是基督教的神啊是积极的，是疼的。但是疼是要安怎表现？要安怎看出来人甲人中间有疼？耶稣伫世间上落尾的时，伊伫十字架顶伫十字架，伊拢讲有讲7句话，伫四福音书内面几若位记载吼。伊第一句所讲的，记载伫路加福音23章34节，伊讲安那，讲爸啊，赦免就台语的饶恕啦吼，赦免，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伊伫十字架顶第一句就是一个饶恕的信息，是一个赦免的信息，就是一个疼的宣言。伫要死的时阵，伊用伊的迄个痛苦，用迄个痛苦来表示，甲伊的所要传的福音伫遐讲一解。所以这就是咱基督徒所上第一重要中心的信仰，就是疼。疼的中间第一项，要互人世间有疼，第一项就是饶恕，就是赦免。所以耶稣伫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讲就是：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第二句话讲的是记载路加福音23章43节。咱会记伊伫十字架顶的是边仔两个强盗，一个讲啊，你来当，你就叫咱落来；一个讲，人安尼讲伊是无做，靠咱做伙伫遮受死的吼。所以耶稣当时就甲迄个讲我实在甲你讲，今暝你要甲我做伙伫牢房内面。所以要死以前的第二句话，伊讲伊的应允要互人得救，伫遐去强调一解。伫遐你也信，就要得着救。你也信，虽然一世人伫遐有真侪犯罪，但是十字架顶死的前一刻，你伫遐有了解、有信的时阵，你就要跟我在特园里面。所以伊的应允要互人得救。第二句就是伊救赎的信息。第三句话所讲的，约翰福音19章记载，讲耶稣看到伊的老母，甲伊的所听迄个门徒徛伫迄个所在，就甲伊的老母讲：看，你的囝伫遮。我头佮甲迄个学生讲：看，你的老母伫遮。所以伫这苦难中的时候，伊有人看着人世间的痛苦，伊有怜悯的心，伊望学生门徒甲即个伊的老母中间，人甲人中间会当互相来分担痛苦，互相来支持。所以一款怜悯的态度，伫圣经内面记载伊伫十字架顶最后的7句话中的第3句，讲一个怜悯的信息出来。
第四项是一个气杀的一个信息，就是人生一个上大的痛苦。我常常讲，我甲我上帝是讲台语的，因为我主导我要用国语读，要用话我敢若用台语读，到即满嘛写佫无度吼。所以我真会记得我真细汉伫教会内面，新约圣经读来读去内面，新约其实是希腊文，但是中间有一句亚兰文，就是耶稣伫十字架顶上，伊讲一句话，即句我真喜欢，我常常甲读啊吼。我会当1.5秒里面，我就甲规读了啊。伊讲：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毋知你捌注过？以利拉玛撒各大尼，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讲上帝啊，上帝啊，你神啊，气杀我！伊伫迄个所在，甲人生上大的痛苦，这样就是讲出来讲，甲上帝分离，就是人生上大的痛苦。因为你甲上帝分离，就表示讲疼无甲你伫咧。上帝对人所应允的，是世间迄个疼的信息，无伫你的身躯上。伊迄个时代宣告讲，人的痛苦，上帝大的痛苦，就是甲上帝离开。甚至伊是上帝的囝，伫遐诚做人，伫遐要甲上帝最后一刻时，伊感觉到迄个人上大的痛苦，就是甲上帝分离。伊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第五句话伊讲的，约翰福音19章，伊讲我喙焦，伊讲这是要完成我道成肉身，互大家知影，我真正是肉身，我毋是讲是一个上帝一个灵，伫遐拢无痛苦，因为我真正有痛苦，我了解世间人的痛苦，我是道成肉身，我是肉身伫遐受苦，所以有人的需要，同时也完成圣经内面对耶稣。伫世间的有言，伊的喙焦，然后并点要用错回食，所以伫遐是完成一个救赎，伊的人生的任务的最后的一个迄个结论，所有的有言伫遐会当完成。第二句话，我伫圣经约翰福音19章讲，伊讲成了，就头压落来，将一切交给上帝，成了。所以迄个时阵所带来的信息。所要宣讲的信息，就讲死亡无搁再会当控制来，因为已经成，伊的生命成，要等于上帝，要等于天国的所在。所以最后一句话，伊讲一个讨饭的信息，伊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内面，十字架救赎的大能伫遐完成。所以这是十字架顶耶稣最后伫人间的7句的第一句，就是一个赦免，就是饶恕，这是疼的根本。你会记耶稣伫人，伊要上天以前，伊要总结伊人生伫世间撒旦活伫遐传道理，上重要一个信息，若讲规篇的道理，要讲圣人保信的什信徒门徒可能无乱记的，伊讲律法的结束，最后就是一句话：疼人，疼人，亲像家己，亲像上帝有疼恁共款。所以疼是耶稣伫地面信息的最后一句话，但是迄个疼要安怎行？第一句话，伊是伫顶讲，就是赦免，就是饶恕。为什么要饶恕？是咱得互相的赦免，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每一个人无当好人。你讲我无犯法，犯法毋是讲干那犯法才是罪人。咱真正无去传福音，无积极要呼应去世界传福音，这样讲起来简单就是一个罪，伫上帝的面前无圣洁就是一个罪。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只不过罪有大有小，所以咱要互相赦免。咱一定要互相赦免。圣经新约内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有一个人欠一个君王财主1000两银仔，伊去到财主遐山，甲困求我阁有某囝爱饲，所以财主呢就任命伊免了伊的债。阮倒后出去的时阵，遇到伊的一个朋友欠伊10两银，伫迄所在水角掠入去关家，另外其他人看去甲君王讲，君王真生气。讲我甲掠做干，所以罪有无共款的大小，有人欠1000两，有人欠10两，但是你在互相饶恕，彼此饶恕，互相赦免，这是赦免的一个理由，一个原因，一个方法。马太福音第6章安尼记载讲，恁来赦免人的过犯，恁来赦免人的罪的过失，因为天父嘛安尼要赦免恁的过失。真啊，更重要，真讲，你若要赦免人的过失。安尼天父嘛无要赦免你，所以为什么咱需要赦免？为什么咱需要赦免得罪你的人？因为你若无安尼做，你就袂当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赦免是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家己第一人就是天人过日子，天堂
日子会上重要关键，你就是爱赦免。你若无赦免，无上帝得到赦免，你就无法度伫遐得到享受甲上帝做伙的平安甲喜乐。所以为着要安尼，你得互相赦免，你得赦免其他的人。哥罗西书嘛安尼讲，各人若有即个怨恨，你得彼此包容，彼此赦免。因为主安尼赦免咱，咱就安尼赦免别个人。爱避免看到你兄弟、你的亲人、你的姊妹伫遐沉沦，你若看到因沉沦时，你得赦免伊，安慰伊，互伊袂伫即个忧愁内面沉沦伤济。所以赦免、饶恕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伊甲仇恨是拄好对，拢完全无共的。仇恨，咱圣经内面上大的一个仇恨的故事，就是圣经旧约记载拉麦伊传人的某是全世界第一个被记载传人的某第一个。伊讲，若准有人伤害我，我要用7倍；伤害该阮，我要刑7倍；若伤害我呢，我要刑伊77倍。这是复仇的声音，报仇的声音，无赦免的原因。这是今仔日世界真济无快乐，真济这世界暴力一切的来源，一切动荡的来源。我会记伫一个新闻，真早以前我看到的，记者毋知啥去记这个新闻，伊讲有一个这个阿伯伊过身的时，伫死伫民生，倒伫民生最后喙一开的时候，叫因囝过来。人讲想讲，可能是佮袂记对一个财产，所以土地袂记人还付，要还付一个吼。结果毋是，伊为了叫因囝过来讲吼，隔壁迄个吼，我足气的，你10万放伊煞。仇恨一直到死的面前，伊还伫遐想这样代志，安尼变有安宁。你若看台湾历史，我最近都要去看一届，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拢是漳州人甲这个泉州人拍，也是讲漳州人、泉州人甲这个客人拍，也是讲这组甲这组拍，这姓甲这姓拍，拢总是一代一代安尼仇恨落来。所以若要讲这无饶恕、无赦免，伫遐互相仇恨的历史，咱台湾这个土地顶上上第一济。上第一济，伊讲伫即个拢总哦，大概有400几届即个大潮的即个仇恨哦，拢是为了械斗吼。其实赦免别人、饶恕别人，拢是为了咱家己，为了咱家己。你若要分裂成，你可以当脱离这个愤恨，脱离这个愤怒。但是赦免这样代志讲起来是讲真简单，要做是真困难。彼得问耶稣讲：兄弟啊，对我不起，我是爱赦免伊几届？7届有够无？当7届就已经不得了，伊是安尼想。但是耶稣讲：77个7届，你教我通去算77个7届？第1届、第2届、第3届你算，无法度。其实意思就是讲，迄个赦免是无时间的，是无算歹的，就是完全不时拢去赦免。圣经里面有2个赦免的人物，第一样就是咱头拄讲的，第一个咱头讲耶稣，伊直到甚至是世界顶，伊还佫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因毋知影。有当时咱中间若阵有可能朋友，也是同事、长官，也是厝边亲情，特别是亲情，家己对你有不起的嫌，咱毋知讲会出来讲爸啊，赦免你无？即句话毋知讲会出来袂？可能真困难。但是耶稣伫遐做一个例，互咱看。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伊伫遐可能伊较神圣。咱看约瑟的故事。约瑟，咱大家拢真知影这个故事。伊细汉就去用兄哥甲卖去伫埃及伫遐做奴隶。你相信这中间过程，圣经内面按创世纪37章开始到50章，拢记载约瑟的故事。38章除外吼，是记犹大的故事。有13章遐尼长的所在，真可惜，拢无记载着讲约瑟伫遐有怨恨无。我相信伊是人，一定无法度避免伫遐说。大概问讲，谁啊？我会顾着这，我兄哥谁啊？对我这卖，我卖来这做奴隶，是毋去奴隶上，搁去伫监狱内面。伊迄内一定怨恨伊兄哥，若无伊袂伫遐兄哥，因为饥荒来到埃及要处牛的时候，伫遐甲糟蹋一下，一定有迄个怨恨伫个所在。所以糟蹋2届、3届了呢，咱看会出来，其实伊有怨恨，但是有赦免，所以有分牛息个等伊。但是最后，伊的老爸雅各过身的时候，伊的兄弟大家真紧张。迄个时阵是毋是老爸伫咧？所以看到老爸的面子，无甲咱计较，等于是赦免完。但是即摆老爸无伫，可能伊就是要过来报仇，有迄个可能。
约瑟，伊甲伊兄弟招来，伊甲因讲，这其实是上帝带领。约瑟认捌着讲是上帝咧管理一切，上帝伫早就带伊带领伊来到埃及地啊，备办互去做宰相，备办将来要救即个以色列民族伫遐免伫妖恶。所以因为伊对上帝的管理、上帝带来有真深刻的认识，所以伊知影人生的一切拢是上帝安排，毋是凑巧，毋是不幸，拢是有上帝的好意伫迄所在。所以伫迄代啊，伊不但下面，他有接纳。伊挽回甲兄弟中间真正的心，互兄弟对伊信，伊甲兄弟的信伫遐挽回。你若看圣经的创世纪尾啊，这个记载吼，即中间约瑟伫遐看着因兄弟伫遐暗嘛伫遐哭吼，但是拢总好八解，拢记载伫伊甲伊的兄弟伫遐挽回，伫遐互相伫遐讲免烦恼，我甲你是拢还阁是兄弟。迄个挽回才是真正的，互伊安尼足情绪足激动的时阵。所以饶恕真正是无时间的。一切拢爱饶恕，毋是讲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但是这中间真重要饶恕一个功课，就是最后要挽回。我差不多一礼拜前，牧师讲伊今仔日要去去马街150周年，所以本来无有份的，叫我看会当来讲道袂。所以我伫遐，因为假日我来互义山迄个讲道的无，所以我甲即个饶恕，我有体会到这个挽回重要，所以本来是饶恕的，我讲饶恕跟挽回是无法当分开。饶恕了，你还要挽回，真正要做到挽回是非常的困难。做到饶恕的已经无简单，要做到挽回，真正是人。我会当讲我下面，但是莫过来插我莫插你就好。但是要搁甲挽回，然后我有去查圣经内面，讲挽回祭这三字字，挽回祭。拢伫新约内面出现，旧约内面有足侪献祭，有这个燔祭，啊有这个赎罪祭等等的祭。但是我用迄个电脑去查，无挽回祭这项代志，无这个祭，可能有迄个意思伫遐。但是真正挽回祭这项事，伫新约内面，按伫书后面资料呢，是真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耶稣的时阵，伊就讲一个疼的道理，就讲饶恕之了呢，饶恕无穷数的饶恕。下面77个星期7个献祭个，其实就是要爱讲就是要挽回。所以新约内面常常讲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做咱人甲上帝中间一个挽回的祭、挽回祭、挽回祭啊。所以罗马书第3章有安尼记载讲，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所以伫这个饶恕的功课，伫下面的功课内面，你袂当干做到讲我下面伊。但是哦，你莫过来吵我，莫过伫我面前出现，不然呢？你不是只有放下，圣言讲有放下，讲你得还可以甲挽回，甲伊的关回出来。马太福音第5章记载讲一个基督徒真歹接受讲，耶稣讲，人拍你正手边喙边，你就倒这边死抓给我拍一个。中间最后一个就是讲，人叫你背行一里路，迄个时阵犹太人。是罗马人有迄个法律的权利，佢叫凊彩掠一个人替我背迄个8包行1里路的站，迄个掠着人就是无欢喜，万分不平，就心所无甘愿吼。但是圣经里面其实讲了呢，你来个主动背行第二里路，所以第1里路行的时阵就是吞忍，就是饶恕，我只好安尼去做。但是行第2里路的时阵，就是一个挽回。你若无挽回，你袂个甘愿要安尼去做。饶恕之后，下面了呢，还佫有挽回。咱竟然真侪兄弟因为爸母的财产，爸母分财产互囝是为了疼，但是这个分财产拢是因为迄个疼产生怨恨，因为迄个疼产生恨出来。所以兄弟中间足侪人因为这个恨，伫迄搭下无法当解迄个结。我伫草地上有一块边仔一块地，我想要甲买，因兄弟看咧吼，决定要买，结果呢，迄个时阵。老爸传来先无签好势吼，所以迄姊妹无签一个放弃，所以呢，姊妹啊不愿意，无要卖，无因为兄弟讲卖干那要分，姊妹就无，所以因为安尼无法当好伫遐。遗产本来是上顶一辈的疼，但即个部分永远真侪家庭、真侪所在，即个疼拢永远最后就是变做一个仇恨、无平安的开始。如果你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毋是讲这个我要插伊，互阮第二日才去拍算，还是讲这我下面啊，要足计较，我要插伊，无够。伫咱新约圣经内面所教示就讲，你要饶恕他之后，你要去挽回跟他的关系，你的兄弟甲姊妹的关系，你得去挽回。马太福音有上善报信有8条，其中一条就讲为着伊受迫害的人有福气，因为特公是因的。我常常咧读讲，我若受着迫害，我的主人变来升接天国对无？敢有遐简单？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天国，因为咱逐人足侪人受着不平、苦难、受压迫，是毋是？咱咧天国就是咱，到底中间有啥物关系？其实伊的关系就是讲，你若受着压迫时，你就有即个机会会当去赦免人。你若有即个机会去赦免人时，你就有当挽回，安尼天国才是恁的，天国就是恁的。所以咱批评就是世间有不平。有恶毒，有苦毒，伫迄个所在，就是上帝，你互你有机会，会当互你表现你的疼、你的饶恕、你的赦免，然后甲你的挽回，安尼时，你就当去到天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讲，人拍你正手平，你倒手平互伊，这可能真歹做着。受迫害的人，就当去天国，嘛是真歹做着。但是这就是咱的机会。有人迫害咱。有人对不起咱，咱敢会当甲看做是咱的机会？伫迄搭遐，咱将咱的疼伫遐表现出来。我准备这个道理的时是饶恕了个体会讲一个挽回。然后我最后要结束以前，但是我袂赴，我题目已经互医生啊。其实我讲饶恕头前先爱一个忍耐，所以忍耐了，开始赦免了，咱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咱一个挽回。所以这是爱的3部曲，就是你要先忍耐，然后你来饶恕，然后你来挽回。疼，大家忍耐。伫记载哥林多前书13章真清楚讲，疼就是爱忍耐。他写足多，疼就是爱忍耐。上尾一句讲，疼是永远无煞，到遐就了。但是我常常拢要加3字，疼是永远无煞的忍耐。忍耐，然后饶恕，然后挽回，这是疼的3部曲。疼就是咱基本信仰的核心。若无疼，这个世界无意义；若无疼，咱的信仰是空空。所以咱来袂记这，咱来忍耐，咱过去一切所应受的。我常在讲我已经忍耐阮太太已经忍耐我45冬啊。我煞来甲讲，你真有幸福，所以你表示你有疼我。所以疼伫迄所在，经过忍耐。经过赦免到挽回上，咱得咱得伫遐甲上帝亲近的机会。所以咱若面对这人间不幸、苦难、苦毒，咱不单是爱像圣严法师所讲的，爱面对他，爱接受他，爱处理他，放下他之外，你还要去挽回。你到最后一个阶段，你要放下他，放落去山，真可能放落讲你莫过来插我就好，但是伫遐。疼这个真理，上帝伫世间要用疼来，互这个世间充满时，伊所要求的是咱是赦免了、放下了，还要去挽回。这是真困难的功课，但这是咱圣经内面咱所信的信仰内面对咱的要求。如果人间有疼，这个疼是咱忍耐到赦免到挽回，安尼我相信咱今仔日每一个人拢会当体会到生活伫天灵。地灵就是天灵，迄款生活就是主祷文所讲，在天如在天，天灵就天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疼是人世间的真理，苦难也是真理，拢伫迄个所在，你无当否定，这句话绝对袂毋对。但是你要当伫迄个敢若体会讲有苦难，所以来放下，来甲空化，来甲迄个空虚化来涅槃就好，还是要进一步去饶恕掉，去接受它，然后去挽回它。让爱在这个世界来流行，和上帝听，伫遐透过耶稣基督，伫遐肉体伫上天，伫遐替咱赎罪做挽回者，互咱每一个人拢种听实行伫这个世间。咱会当了解咱信仰的中心伫这个听，这个听会实际实行的步调的第一忍耐，第二下面然后挽回，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阮人，用上好的物听，伫阮世间，伫阮人顶悬。
但是主啊，阮虽然真是有你的疼，但是阮真微小，阮常常挡伫迄个苦难的困境内面，无法当跳出来。主啊，你教示阮爱疼人，亲像家己，来亲像你疼阮共款，安尼疼世间人。主，即个真正的道理，遮尔简单明白的道理，但是阮知实行非常困难。阮无够几力，求主你教阮伫咧，互阮会当有即个疼的真理行出来，有赦免，有挽回，有忍耐。我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唱回应诗，圣诗522首。恁爱是熬宽容、阁有慈悲。咱请起立。咱三甲来阿老祈祷，愿伫天顶的爸，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影选阮做你的信徒，赐予阮逐项的恩赐来服侍你，
阮献上阮金钱为你所用，愿你接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请咱大家来看周报本会消息。第一点，感谢苏元良长老本主日伫2堂礼拜讲道。第二点，本主日北部大会举办马街来台湾宣教150周年的联合庆典礼拜。本会有34人去台北参加。第三点，下主日2堂礼拜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姊妹备办心。第四点，下主日台语礼拜举行妇女主日，请妇女团契参与各项的服侍。第五点，下主日台语礼拜以后12点半召开长执会，长执请出席。第六点，门徒培育组领袖成长课程为3月起，每月的第2个拜三，伫教会7楼举行，请大家看参考的网站甲线上报名。第7点，创世纪的查经班本周二晚上7点半恢复聚会，欢迎兄弟来参加。第8点幸福小组的事工，为3月开始有3组学青团契、雅歌小组甲妇女团契，拢有幸福小组，请兄弟为这项事工来祈祷，愿上帝赐福。第9点3月12号下晡1点半举行现代乐团对音响应有的认识课程，讲员是民风乐府的一名老师，欢迎大家参加。要报名，请甲乃真姐妹报名。第10点，双联团契4月13到15举行台东池上的灵修活动。双人房是5000元，4人房每人4400元。请在3月14号以前向买爸买执事登记欢迎会友报名参加。第11点，2021年如果大家需要2021年的奉献证明来申报所得税，请在1楼招待处登记姓名。第12点因应疫情，请大家来遵守这个防疫措施除了讲台服侍人员，请大家全程戴口罩。那饮食请保持社交距离。以上咱这是来唱祝福财庆的诗歌第395首唱完咱请长老来祝祷，请起立。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热岛请订阅，请热岛有线话